不必等我，先去驻地。北凉从阵，就这些人，远远不够。大师傅小心！没想到，到最后竟是夫妻相赠。谁与你夫妻？金刚经，可惜这样的天才就要毁在今天了。广寒，
丢吧？贼见情况。两袖轻射。天文者则可凌驾人神，可我偏偏不服。不服天道能定人神，命运无法抗争；不服人法胜天，我天人便是仙神。我手中剑展开天门。现在你明白什么是一剑开天门了？斩去天命，斩去家法，这念头才是一剑开天门的魂魄所在。给我开天门！父亲，还是不用多此一举。凤年，哥，去死吧！大黄金。邓太阿，加上李前辈接了一剑，这一剑，下次打开盒子用两袖青蛇的心法，可以用1次飞剑。若不是李淳刚，加上邓太阿剑意，仅凭这一剑，你们杀不了我。
当年围攻我娘的还有谁？师傅，我爹不愿见我吗？他想不想见你并不重要，你想要的就该自己去争，哪怕万劫不复，也要为自己闯出一线生机。我该怎么争？我教你。徐凤年，你生来就是徐家的嫡子，一切天生就该是你的，而我却要拼尽一切，才能看到一丝机会。我明白，你应该非常恨我。我不恨你，我也不认命，但我要试着改变它。哪怕这改变把我带到今天，带到现在，我都不后悔。即使你也一样，也是你，在不可能中找到了一丝复仇的希望。水凤年，你很了不起。但我从没想过为了一己之私，挑起天下战乱。赵凯，你的下场皆源于此。我输的不远，徐凤年，你比我强。别再掉了。
顾大将军托我祷告谢意，我们的合作到此结束了。希望下次不是战场相逢。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与你合作。谁知道呢？哼，回北凉。后年，我有种感觉，他永远不会承认你是北凉王。跟我回家。我们必须回到原处。如果现在跟你回到北凉，就等于是昭告天下，是我们杀了韩雕嗣和赵凯。等你成为北凉王，就能接我们回家了。好好练刀，别丢了徐家的脸。这，生杀给你留着。等我回了北凉，我得再去一次北邙。剩下凶手的线索就藏在那边土地上。等我完成真正的复仇，我就回来接你们回家。多谢。我走了。去哪儿？好几本书没看，我得赶回听朝廷。北凉再见。
如果要去北莽，我得学会自己使出飞剑才行。没感觉到邓太阿留下的剑心吗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不过这些可以先不用考虑。也许前程未卜，但不管未来的旅程走向何方，只需记住一点：北凉在等我们回家。止步！我家老黄落了东西在上边，我只取一样，其余不碰。那就是只能动手了呗。要跟这几位打架，你咋办？我与大哥一起冲杀。好，真是好兄弟。想等打起来讲道是吧？大哥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答应你。既然你要为大哥冲阵，自然要成全我兄弟这一腔血勇。大哥，你干嘛呀？大哥，我还是个孩子。且看我家兄弟冲杀！贤弟好武艺，你就等着这一下。可不就等着贤弟大杀四方吗？其实我并非徐凤年手下。说得对，诸位手下留情啊！大哥，这少年又是哪儿来的？毕竟是北朝世子，想必是暗藏的护卫。真是藏得够深的，直到此刻才用出来。真是好身手。这大概就是徐凤年的杀招了。他身边那些人的路子都算摸清了，只有这个少年是个意外。等下出手，全力杀他。
你不该先杀徐凤年吗？能先杀徐凤年自然最好。可是你看此人，面对6名武奴，依旧首当其冲，忠勇之极。要杀徐凤年，此人定会挺身而出。再等等。有道理。世子，感觉这些武奴并未尽全力拦我们。都到这儿了，没必要回头。机会来了。一共12位武奴，没错，都在这儿了。你也在。世子你好，我是你姐夫。
又见面了。自家亲戚，我帮你吧。连我都防着。福将红甲，我认得。我要说福将红甲跟我没关系了，你觉得我信吗？我不参战，诸位随意。世子，请吧。这是要当黄雀？那6位出手，你身边的怕是护不周全。我要是不再前进，就此离开呢？世子，您不是这样的人。也对。世子，前后夹击，时局不利。用兵者被敌围困，难寻出路，该如何？那就杀出条路来。对，杀出条路来。玄甲、青梅、卓玛、春水、朝露、桃花，谁？怎么不倒了？那一位既然出手，拦不拦的，也就没意义了。回来！多谢前辈一箭之恩。多谢前辈6箭之恩，敢问前辈可是桃花剑神？我是邓太阿。这份恩情，徐凤年记着，将来再报。不是你报，是我报恩。徐凤年，你娘是我远房的表姐，这也能攀上亲戚？带头的真好。当年我在吴家剑中练剑之时，你娘对我有一饭之恩，有救命之恩，有授业之恩，这恩情太大，怎能不还？唉，只可惜你娘当年孤身入皇城时，我人在东海之外，待我归来，一切都晚了。你娘那一战落下病根，
最终殒命。回想起来，我愧疚至今。我欠你娘的恩情，今日这6件，算是还了一半。城头之上，你想拿些什么，安心拿便是。这12柄飞剑，也算是追随邓某一生，今日赠于世子。这飞剑杀人之术，全在此匣之中，能不能够领悟得到，就全靠世子你自己了。这剩下的一半恩情，至此报完。世子，从此你我互不相欠。多谢。世子先把飞剑收了吧，回头收。桃花剑神的飞剑术，武林里的无上绝学啊！我知道，谁让我眼光浅呢？这时候，那个剑匣才是天下第一重要。邓先生，您若是要给我一剑，不如早点动手。我在这边上等着，心里不是事儿。恩情还尽，因果结了，世子与我无关了。那我若是等会儿对徐凤年出手，您不出剑，我的剑已经送人了。邓先生这般身份，定是一言九鼎。这会儿不打，我也不傻。人家邓先生前一半恩情，就是助你家世子去城头取剑匣。我要出手，也得等他拿完东西，人家恩情还完了再说。这会儿天底下，没人阻得了你家世子取剑匣。是我的。世子，这是府上新来的马夫，带来的旧东西，就不带进府里了。啊。这东西你带着多久了？带着很久了。这是你的就是你的，拿着。可以不要。我娘说了，陪着你的是缘分，也是情分，人和物都是如此。其实我也不太懂这句话，反正别乱扔旧东西，将来想要了哪儿找呀？哎。找着什么了？哎，你看，我给你找回来了。你可以不要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一直带着他，对你很重要。那都是过去的事儿，干嘛否定过去的自己啊？没有曾经的你，哪有现在的你啊？不管怎么样，对我来说，你就是老黄。既然天意让你把他给找出来了，那你别再争了。你姓什么？我姓黄。那我就叫你老黄吧。好啊。
狗，老狗，天下没有断了尾巴，没了归路。老狗，老狗，天下没有土里埋骨，田里辛苦。火炼剑，以金铁炼剑，以气血炼剑。今日，我借阴阳之机，星光之焰，借雷霆淬砺，乾坤作也。直至今日，终于建成。开天门，好一个剑神李成刚！好剑！李成刚此剑开得天门，杀得你王仙之否？一个一剑开天门。小师叔，又去偷菜了。小师叔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。小孙才发生了。小师叔刚才好好的，怎么成这样了？刚才好好的。小师叔啊，
别动他！怎么回事？小师叔方才呆立在这儿，望着天边，突然就成这样了。哪个方向？那边。是东方啊！就地给他搭个棚子。然后呢？然后什么都不需要做，等他自己醒来。东方发生了什么，能叫醒了你？终于等到这一刻。就没见过这么打架的，真是开眼界了。你说，他们还是人吗？是。哦。王先知我不清楚，李剑神绝对还是人。剑侠取回来了，那我可以继续动手了吗？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吗？李剑神刚出剑，你觉得他还顾得上你吗？还有个人藏在这里。桃花剑神在此，不仅仅是为徐凤年吧？见过赵老天师。你认得我？虽未谋面，却也听闻过赵老天师的风采。也是难得。知道我的人极少，怎么就遇上一个？你运气不错。没明白。李淳刚和王先知动手之后，我就能杀你了。可偏偏新湖内，感受到武帝城外有绝世高手，便想着再等等。没想到等了个桃花剑神的报恩局。方才阁下与武奴动手时，藏了手段，闹着玩玩，何必较真呢？敢问阁下的身份是？被认出来就不瞒了。贫道龙虎山赵玄素。宣字辈，世子，宣字辈可比当今的龙虎掌门还高了2倍。眼前这位，怕是已经活了2个古稀。猜到阁下要对我动手，但没想到辈分这么高，也是难为赵老神仙了。这几日还要管我叫大哥，我都不在乎，你在乎什么？敢问阁下还杀我吗？本来还是该杀一杀，毕竟邓太阿在，该留几分面子。前辈也是来杀徐凤年的。方才邓前辈说过，他的恩情已经报完了，之后徐凤年的生死均与他无关，眼前这位世子还是可以杀一杀的。晚辈愿与前辈联手，如果桃花剑神不出手，眼前这些人是拦不住前辈的。下面的符角红甲是你的，若前辈喜欢，可拿去赏玩。你就是赵凯，前辈知道我。徐凤年我不杀了，杀你也一样。
也想破局？晚辈要是说错话做错事，愿向前辈谢罪。徐凤年是大乱之因，你也一样。龙虎山既受皇恩，今日就取你性命还份恩情吧。这是疯了！你救他，赵老神仙手下留情，他一路都在杀你。能不能说一下，救我这事儿，你怎么想的？你的绝路不该在这儿，还不走？想来想去，也想不出你救他的理由。按常理来说，你应该是疯了。有可能，可我知道，你小子心思极深。你救他，必定是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在。给赵老神仙赔罪。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越来越了不得。要不是邓太阿在，我真该杀了你。还请赵老神仙手下留情，放过那二位。反正将来都是你自己的结束。这都什么局面？多谢老神仙。老神仙这次来武帝城，不仅仅是为了杀人吧？自然是为了开天门求飞升。天门，武学到了极致，就有飞升为仙的机会。要飞升，就要打开天门。我虽身如少年，内在却接近腐坏，毕竟等了2个甲子。老神仙连这都告诉我了，终于有了登仙之机。这些话说说也无所谓了。天门重开，是因为李剑神与王仙芝一战，怕也只有这2个人交手，天门才会重开。我没来错，天门将开，仙界重临，我终于能迈出这一步。桃花剑神此来武帝城，想必也是为了此事。你还说对了，我还真是为了天门而来。天门眼看就要打开，你我都有飞升机会，或许还能合作行事。这2人全力交锋了。一步了。白大妈，天门将开。
负未决。李成刚、王仙芝在做什么？怎么停手了？数十年来唯一一次开天门的机会，他们俩就准备放过了不成？或许他们二位不愿飞升呢？不愿飞升？为何不愿？或许比起仙界，他们更想留在人间。人间有什么可留的？这种机会怎能错过？如今契机已成，再加一分力，便能打开天门，迎回仙界。既然如此，就由我来打开天门吧。剑戟！邓太阿，你做什么？老天师方才有句话说错了。邓某此来武帝城，确实是为了仙界天门，只不过不是等他打开。那你要的是什么？我要的是阻拦天门重开，要仙界与人间断了往来。为什么？历来古籍素有记录，仙人下界。所谓仙人，早已抛却人心，以天道自处。每逢仙人临凡，仅凭喜好，便要改换天下之事，江河改流，山川移位，都属平常。更有甚者，仅凭一己之好恶，便要断人间之生死，不知换来多少白骨累累。那又怎样？世上王朝更迭，不也是杀戮不断？别的不说，这位是北凉世子，他爹徐骁当年杀了多少人？怎不见你提剑斩杀？王朝更迭，乃是人间自己之争斗，我从未想过让天下无杀戮。说起来，我自己所练的就是杀人之剑。可是人间之事，自然由人来决定。这人间不需要仙人。就为这个，你要拦下天门重开，断了天下武学者的前进之路吗？哼，邓某从来就不是讲道理的人。你拦我飞升之路，你我便是不共戴天之敌。你也拦不住我。峨眉朱雀，黄铜皮肤，一米太阿。变阵。此剑阵取名冰解，本来是为王仙芝而准备的，却不想用到了阁下身上。我倒要看看邓剑神能否冰解贫道。星辰之力，雷池之威。邓太阿，你怎敢如此？
我飞升之路，我必要杀尽你血脉气蓬。赵老天师，此时收手，还能保住性命。你这又何苦呢？如此作为，岂不是断了自己的生路？天人之间，岂受他人束缚？这人间，我已待腻了。生而为人，却腻了人间，哼，何其可笑！我等进入天人之境，便再也不算普通凡人。只是为了变强，真的要抛弃那颗做人的心吗？我扔了又如何？赵老天师，邓某的剑下不许人间有仙。徐凤年，他既然与你有恩，我就让他死在你面前。老子让你登仙，剑酒6000里。